大家好，我是嘉辉，今日要来分享这篇《少年我的阿公》。伫搬动以来，我梦着阮阿公2摆，即2摆我伫梦中拢有流目屎，因为伫即2个阿公甲阿嬷内底，上疼我会使讲是内公。会记伫第1摆，阿公伊来找我看着伊目屎水淋落来。即个梦是旧年做的，记忆阁真清楚。阿公讲伊看到我真欢喜，大汉仔开始咧食头路，安尼真好。我甲伊讲，我足想你的，毋知后摆啥物时阵会当见着你。我甲阿公讲，你敢会使莫走，我想要继续甲你聊天。阿公伊微微仔笑，应讲时间到啊，伊要转去啊。我目屎随死难随，有够毋甘丢丢。第2摆是昨昏梦的，毋过即摆无看到阿公的人，敢若听到伊的声音。虽梦安尼，毋过对话是记甲清清楚楚。伊讲我好啊照顾家己，因为阮阿爸是长男，我阁是头上仔，做摆就是即个家族的大汉孙。我在想，阿公在世时，甲我当做宝贝金孙在疼痛，伊定可袂落心，搁来甲我讲一声。伊阁讲，我有即摆亲像伊真痛，阿公心内有得到安慰。阿公甲先伫甲我讲，我做台语老师，互伊足公认的款。时间阁到啊，阿公再会。后日就是清明，因敢放伊出来透一个气，互伊来看伊的囝孙。伫梦里，阿公的窗仔是伊倒交的，我想信主的我嘛，互伊得到一个祝福。这篇刊伫2020年10月空显汉字报第25期。多谢大家。